我想，我爹娘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吧。不然你说我长得这么好看，干嘛不要我？不过呢，他们是谁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了。我现在也不想这些了。是周叔一手把我养大的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他就是我的家人。拿着这个。我错了，我不去，我错了，我求你了，院长们。你生下来身上就有5重封印，可是你偏偏练会了破九霄啊！破九霄和你身上的封印一融合，顺应了你的经脉，这5重封印就被开启了。 就注定了你今后的命运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想你怎么还不喝酒？喝。 你手给我。这个给你。你干什么？你听好了，这玄灵真液，自我记事起就佩戴至今，它铸就了现在的我，所以它很重要。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给我，因为你比他还重要。好，我先帮你收着。这回不一样啊？这里面有我很重要的东西，也有我不敢触碰的回忆。无论是好的、坏的，但都是真实的。我的现在、过去、将来，都在这里面。现在全部交给你。怎么样，他好些了吗？他还是不愿意见我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我战北野无以为报。从今以后，我的命就是你的。 出生入死，在所不辞。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谢过了。给我滚进来！
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今天是……今天是我的生辰。你又怎么会记得？去年的这个时候，刚到太原，客栈旁不远处有人家办喜事，鞭炮放得欢，我就坐在屋檐上，拿了壶酒，放一声鞭炮，敬自己一杯；放一声鞭炮，敬自己一杯，可热闹了。前年的时候呢，我在琼叶，那时候刚被我爹给抓回去。他们为了安慰我，我就说啊，人越多越好，排场越大越好。趁着人多的时候，我又给溜了，溜得太急，把包袱也给丢了。后半夜啊，我饿得不行，我就拿金钗换了半个姜饼吃。我就拿着那个姜饼啊，就着皇城的灯火烟花，慢慢啃。我就想着那些烤猪啊、宫廷御宴，跟这个味道也差不多。我闻着这个味道，也算是我自己吃过。大前年，那是在天上，有一群沙漠风盗想打劫我。结果被我给宰了。后来我想呢，我不能客死在戈崖，这种死法太难看了，会有人认不出我来的。我就去喝那些沙漠风盗尸体的血。别说了，我带你去过寿辰。我说这些不是想让你联系我，我也不稀罕你的过意不去。我是想说，感情里的事总归是苦的，越执着越苦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怕过，只要我心甘情愿，再苦也是甜的。最怕的是敢都不敢。战北野，我救你，我从来没有犹豫过，也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可是你刚刚说要谢我，我心里真的好痛啊！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跟在你的身边。我何曾要过你的感激？你为我做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从今以后，你看不见的，我替你看。只要我在，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我不是要你的怜惜，我也不稀罕你的同情，更不是要你那些所谓的承诺。我要的是你的真心，你能给我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我知道你心里喜欢的是扶摇，我要是个男孩，我也会喜欢他。可我一直相信，你最后爱的人会是我。楚楚，
这是你第一次这么叫我。苍山茫茫，白日西西，无儿为归，不知其期。苍山茫茫，白日西西，无儿为归，不知其期。张王爷，今日多亏你相助，要不然我一个人救不回猪猪。快请起。都是出生入死的伙伴，何必说这些？我陪你喝。好。等梦醒在盼，盼一个忘记归期的少年。等月明在看，看承诺是否经得起考验。来，谁思虑万千，哪一人知己一片。先前你问我，如果不能自保，如何去保护其他人？我想清楚了，我其实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。我以为委屈一下就能图个安稳，但现在看来，身在了帝王家，就再无安稳二字可言。我一个人倒也罢了。但现在受我牵连的人太多了，不能再坐以待毙。张王爷，人若是一味逆来顺受，只会让对手更加猖狂。喝。九死一生走到现在。没有理由再任人宰割，只是我母妃尚在宫中，不知道何时才是动手最好的时机。我帮你。还有我。这里。二位客官，您慢走。客官，您里面请。跟我走。哎，客官，您慢走啊。华公公，小王爷，小王爷啊，小王爷，你还活着？活着，你还活着呀！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
没有。母妃可好？放心，自己人。好，都好。太妃在西华宫虽然被他们严密监视，但日日锦衣玉食，没有受半点委屈啊。景太妃让我给小王爷捎一句话：故园东路。言而无信。华公公，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，马上相逢无纸笔。凭君传语报平安。是平安信。是啊，我很小的时候被困在这宫里，母妃担心我有什么不测，就跟我商量了一个暗号，有了这8个字，就安心了。是啊。华公公，有件事情拜托您了。您吩咐。我要入宫，我要亲自让母妃看见，我要让她知道，我战北野还活着。在去回战南城之前，我一定要让她安心。是啊，小王爷啊，只是这景太妃自从被关到西华宫以后，天天被300护卫严密看守啊，每班100人，隔4个时辰换一班，恐怕是没有可乘之机呀。小王爷如果贸然前去，那景太妃一定会担心呐。华公公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5日之后便是战南城的寿辰了吧？臣谨代表太渊王恭祝天煞王福寿无双，盛世兴邦。臣谨代表玄机女王恭祝天煞王如月恒日升，代代相承。太子殿下，前日闯天门虚，实在太过劳累，未能亲自来见过王上，是无极失礼了。啊，太子日理万机，我这样的小角色哪敢让太子劳神？你这话前半句倒是不假。父皇已经下了诏书，命我担责监国重任，如今5州政务皆由我来处理，这大事小事的，的确得费点心思。确有此事，皇城的诏书刚送达各国。这么说，如今主政5州的是你？无极仅代表天权皇城，贺天煞王战南城，天宝9如，福寿齐天。谢过太子殿下，请。慢着点儿，小心给我洒了！走，走稳了。哎，这几个规矩啊，慢着点儿。你们俩去西华宫伺候。是。跟上。这么麻烦，换张脸不就行了吗？天煞王宫里到处都是限制法术的封印，种种的法子自然用不得。幸好那日我们在醉富关见到了花公公。这些都是外祖父在世时为我布下的暗线。他不是最近去等你的？可怜花公公，一把年纪，其实并不爱喝酒，却为了外祖父一个嘱托，在这醉富贵生生醉了20多年。花20年培养一个习惯，
以备20年以后一个非常时刻的不时之需。这周老太师真是神人。这边。你们两个站住！你们是哪个宫里的？把头转过来！立！你早就该死了。小心！快走！这里是唯一的死角，他们不会发现。但是宫里防备比从前多了，我们只能等待机会再进去。默默长夜，好好讲呀，无儿去矣。静太妃，你能不能别唱了？烦不烦呐？还敢咬人！把他绑了。是。这女的就应该好好教训她，一天天总唱个没完，烦都烦死了。感觉古灵风死了以后，这宫里的戒备又会更加森严了。我们只剩装扮，等天黑了以后再进去。你这张脸，不管装扮成什么样子，都会被人认出来的。我不一样，没人会在意一个宫女。我有办法。请，请。天煞王，久闻天煞宝物众多，天煞王更是珍藏无数，不知今日是否有幸能让我见识一下？太子是说本王的银双阙？如雷贯耳。哼，说起银双阙，太子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？报！皇上，古灵风将军他说，宫中潜入了刺客，古灵风将军他被人暗害了。伯勋别急，臣弟这就带人去查，一定将刺客抓回来。等等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。太原肃宗在位时，宫里也出过这样的事情。那日好像也是太原肃宗在过寿，肃宗的叔叔想篡位，便在寿辰宫宴之日起兵。我听说那天宫里也来了刺客，接着就出了王叔逼死侄儿的事儿。唉，
想着和今日状况有些相似了。恒帝座，抓刺客的事太过凶险，让宫里的武官去做。恒帝呢，就好好陪着本王过寿吧。退下吧。是。敬恒王。传我口谕，长宁、广安、长信3重宫门紧急换防。太妃该用膳了，进去吧。金太妃，你没事吧？金太妃，你没事吧？金太妃，嘘，是战北野托我来的。战北野，小野，对，是小野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外面等我们。等我？他在外面等我们，他进不来。我跟门口的侍卫说，扶您去茅厕，战北野会在那边等我们。到时候您跟着我，不要说话。嘘，不说话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不说，有人要杀他。对。起开！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！这是太子殿下有何高见？事有蹊跷。怎么说？有事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太子但说无妨。他的致命伤在这儿，从刀口上看来，是你们天煞的寒刃卫刀所为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你们天煞自己人做的。皇上，当心呐！太子殿下，你这样断定是不是太过草率了？恒王，您别着急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我也没说您和此事有关联了。你再说了，您的王兄不会怀疑您的。你说这我真是有可能。走。等等。
届时宫中出现刺客，小的这么做也是为了确保您的安全，还请太妃息怒。摆驾西皇后。母妃，让你落得这般地步，母妃对不起你。没事。辛苦你们孩子。陛下驾到！他们来抓你了，你赶紧走，走啊！我今天就带母妃离开这里，从此不再受制于人。不可以，我不可以把你推销危险，我不要这样的自由。我能见到你，我就足够了。拿着，这个很重要，里面有东西，拿着，走啊！没有救出静太妃，我也很难过。日后若有需要的，我定全力以赴。谢谢你，我母妃给我留了一封诗笺：应寺园中桃李树，花落随风自在枝。唯愿无子重立业，盘独一曲帝王诗。字字句句都是母妃对我的嘱托，我实在是太软弱。我让母妃担惊受怕，让她被困在樊都。我根本就不配做这个儿子。这一路，我还能活着，都是我的弟兄们用命换来的。我亏欠母妃，亏欠弟兄们太多太多。我要杀回樊都去。王兄吩咐臣弟做的事已经办妥了，办得不错。过不了几日，这天就变暖和了。对于天煞来说，并不是好事。总感觉今年的天煞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王兄的意思是，像是一张从天上垂下的地底长出的巨网，慢慢的包围着整个天煞，而且越来越紧了。
难道你没觉得要出事了吗？王兄不必过于忧虑，王城里面存有一心的臣子、士人、商贾，正在逐一排查，该杀的、该抓的，一个也不会落下。如今没有灾变之象，定是有神明庇佑的。顾凌风竟然死在了宫里，甚至连真凶的线索都找不出。臣弟失职。这事没那么简单。无极太子死而复生，偏巧那个长孙平荣又不辞而别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也感觉战北野他没死。这雪终于停了。是时候取回我战北野的东西了。你终于明白一回了。先王的传位遗诏。托付之重，今夜之怀，现传位于剑和妻子，烈王战北野。若不是母妃当年有心藏着这个，也许现在早就没有战南城这个人了。当年宣读诏书的是瑞宁王后的兄长，也就是战南城的舅舅。这其中的真真假假，经过了那么多年，又有谁能说得清楚？战南城的继位诏书是假的，没关系，是你的东西，早晚都是你的。就算晚了又怎么样？我们帮你夺回来。从前，战南城有再多的不是，再怎么想害我，我都可以忍。他是君，我是臣。若他真想让我去死，我不得不去遵从。不为爱情为其社稷，社稷期于亲。我本以为委屈我一人，可以换来天下的安宁。那倒也挺好。可是如今，父王的遗诏重见天日，我又怎能辜负了他？先王遗诏在上，臣寄语，舍命追随，肝脑涂地。起兵容易，但受苦的只能是天下的百姓。天下有三危：一危少得而多宠，二危才下而位高，三危身无大功而受厚禄。想来，战南城把这三样全占了。本来你们天下的王庭内务我不该过问，但此时我必须说一句：若你当真在意天下，这些瞻前顾后就该省省。可是将军现在只有3000黑风骑，就算我们再骁勇，又怎么能抵得过战南城的千军万马呢？你低估战王爷了。黑风旗本来就是为了遏制天煞王族而建立，所以如今能对付战南城的，只能是我。五州鼎立之初，建立天煞的王族拥有常人无法企及的神力。穷曾担心战士王族过于强大，祸害五州，便建立了这黑风旗，并赋予了他们穹苍神力，用来掣肘天煞王权。苍龙在上，得苍龙在野见者，
可放令五州黑风战士，我等誓死追随。黑风旗不仅仅是3000士兵，更是能够打开王宫结界的穹苍神力，也是唯一能够清剿战事逆贼的选择。你是说，只有黑风旗才能破除天煞王宫里那些诅咒还有结界？是的，只是现在的黑风旗实在是太少了，3000人要应对30万，的确是毫无胜算。你得去借兵。可是五州之大，让他去找谁借呢？你不是太子吗？这事儿天权不能帮忙吗？天权皇城虽然统御五州，但无权过问各国内政。我借兵容易，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与天煞兵符相结合，也只会被挡在关外。那这天煞境内哪还有兵可以借啊？